人會思考宇宙有冇終點，但呢一切只係顯示被造世界限制同秩序嘅背景。我哋通常將宇宙理解為時間同空間，但時空唔單止係一個框架，而係存在喺關係之中運行並且形成秩序嘅條件。由礦物、植物、動物到人同天使，所有被造存在都喺呢個條件之中活動。呢個條件就係時空，就好似睇唔見嘅信號喺空間之中運作。物質世界同靈界亦可以喺同一空間之中同時存在。人喺物質範圍之中生活同活動，天使喺靈性範圍之中侍奉。但萬有嘅中心並唔移動，全能者以充滿嘅狀態存在，並且喺時空之中對所有被造同時作出運行同影響。聖經咁講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神唔係喺時間之中移動同工作，而係掌握住時間本身嘅一位。因此，所有被造都喺時空之中運行同存在，而全能者托住呢個時空，並且同萬有同時建立關係。最後，時空唔只係宇宙嘅背景，而係被造世界進入全能者秩序之中對齊嘅位置。